廣州人個個都係咁頻臨，返工返學講車講船冇得停唔到，因為呢度係廣州，生活節奏快到我都幾乎跟唔到。北京路上下九嗰度好多街鋪賣衫賣褲賣鞋，乜都有得賣。幾嚿水一件 JJ 阿瑪尼，仲要係 A 貨。你話係流嘢，老細問你究竟你又識唔識貨？幾十蚊一隻 LV， 上邊印住嘅竟然係 LC， 問你試唔試？天河城新大新啲服務認真好，佢哋有三包，包唔退包唔換，包激死你。中華廣場、地王廣場呢度嗰啲僆仔跳緊嘅，係咪叫做街舞啲清潔阿姨？多謝你哋今日個地下又唔使掃。仲有個奇觀就係公共汽車，幾十人逼到11個司機繼續開門，上得一個得一個，完全冇諗過後邊啲人腳喎。出邊20幾度，入邊30幾度，幾十人企喺度，10幾人坐喺度，個司機依然都係當你哋冇到，依然關抽風關空調，睇下你班人幾時死喺度。車上邊啊乜人都有，有人隨地吐痰，有人攞住個膠袋喺度嘔，前邊有個媽咪抱住個仔拉高件衫喺度喂奶，後邊兩個學生講緊個老師又喺度炒蝦擦蟹，左邊有個師奶話遲嗰期開21，今期一定開37，左邊嗰個北佬最鬼離譜，攞住把戒刀係咁戒到前面嗰個條褲爛晒，乜都偷晒乜都冇晒。正所謂不到長城你都飛好學，嚟到廣州冇俾人偷，冇俾人搶過，點叫嚟過廣州？廣州人個個都係咁頻臨，返工返學講車講船冇得停唔到，因為呢度係廣州，生活節奏快到我都幾乎跟唔到。我哋廣州仔幾時都無惑失威，冇錢都仲要扮闊佬，打腫塊面我又扮肥佬，去蒲唱 K 索翻兩行，懟翻兩粒林差善飲我又冇得揮，拖住兩件豬扒出街好鬼威。廣州啲女仔真係大膽兼開放，件衫啲布真係有咁少得咁少，條裙有咁短得咁短，上到床拿住支雪批係咁選，晚晚去蒲都話要飲醉，隨便揾個男人回家睡一睡。廣州人仲有一個嗜好，無論係男定係女，13歲到60幾歲都係咁中意吹水，三成群連伙結隊落啲吹水。其實都係為咗等夠鐘，拍翻2粒鬆一鬆，一個20幾歲嘅僆仔攬住一個40幾歲嘅阿姨，搏命搖搏命嗨出一個新時代，什麼時代？就是賣雞賣鴨的生活時代。新時代新廣州一個大都市，但係都有好多呢啲唔正常嘅事，我唔講你唔知。廣州原來係一個咁樣嘅城市，我講嘅只不過係壞嘅一面，好嘅一面等我見到再話過你知。廣州人個個都係咁頻臨，返工返學講車講船冇得停唔到，因為呢度係廣州，生活節奏快到我都幾乎跟唔到。